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124例境外病例，15例本土病例，有13例是高雄一间化工厂的小伟事件，其中有一个高中生。台南市青年就业服务协会年报甲长照课程有拿证书作假，向课程安排人数嘛作假，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江西空难的搜救行动，昨下晡找到飞机的乌卡巴路，送北京鉴定，现场冇人体组织个飞机的碎片。新闻台四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24例境外病例，15例本土病例。本土病例有13例是高雄一间化工厂的小伟事件，已经员工的亲人确诊了。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我们跟大家报告的有本土的案例有15例，那里面居隔转阳是2例那境外移入的总共有124例，本土的案例这15例里面有2例是居隔转阳那这个是说应该是嘉义这个这里面的一个聚餐的群聚所衍生，另外的13例皆属于一个群聚那这个群聚是在高雄的化工厂职场的群聚。那里面呢它现在总共我们验出来在职场内的是连指标的个案是11例那2例是他的家人22455，他是居住在台南，虽然在高雄上班。另外一个22451的家人，就今天早上大家知道的是一位高3的同学，同班的同学跟老师是比较接触比较多的，这目前检验是阴性。那今天呢启动了前镇左营社区的筛检站，那请医疗院所也要加强通报。今仔高雄一口气就增加13个本土病例，有一个40多岁查某人因为有镜头去看医生，结果确诊。市政府赶紧扣出伊的接触者，后来是验到有11个人患着病，其中阁有2个人阁未获处理的人，有一个是前镇一间高中的学生这间学校早起全校的老师阁有学生也拢做体检。防疫的游览车甲病院的服务车陆续开入去学校内底，准备送学生甲老师去检疫所隔离。前镇这间高中24号传出学生互确诊的亲人传染，市府赶紧通知学校做全校采检。卫生局长一透早都亲身到学校查状况。学校透早正常上课，但门口已经打出新的公告，禁止民众入去学校运动。市长陈其迈透早嘛取消行程，紧急开记者会，因为24号高雄一口气增加13个案例，有11个人是同公司群组感染，都传染予2个亲人，其中一个是高中生。第一位发现的22394，该职场有11位的确诊的个案那另外的2位。是这职场这个群聚事件的同住家人，在22462的这个校园的接触者这一部分，我们有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匡列跟裁剪。市府扩大可能要厘清感染源，烦恼学校出现群聚，除了全校采检，目前确诊学生的班级嘛要求全班居家隔离，若袂使一人一户地安排到一中检疫所。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南部疫情又搁开始炭烧，云林有一间国高中8间国校预防性停课。今仔西内又搁有一间高级进修部，搁一间国校停课。伫台南因为有学生家长甲学生把甲确诊者去过同款的所在，所以东区一间国中搁永康一间国校今仔早起嘛临时宣布停课。环保人员伫咧校园内底斟酌清消，嘉义喜宴团保连烧到云林，一间高中甲8间小学连续预防性的停课了后，23号暗时西内这间职业学校一名进修部的学生因为 PCR 二采阴转阳，进修部会停课到30号，课程改为网络顶教学，总共有71名学生受到影响，但是日间部是正常上课，全学校师生自主健康管理。这个学生呢是在隔离期间呢阳性反应所以说呢我们最后的决议是，日校的同学呢就照正常的上课，然后呢全校的师生呢采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模式。
同款伫咧西丽这间小学是有学生甲确诊者同款去同一个场所，校方是紧急公告24号停课一天。另外，包括台南永康的这间小学，也是因为学生甲确诊者同款去同一个场所，24号全校停课一天大清消。这个班是停课2天，不过有家长因为唔知影消息，早起是紧急来接囡仔转去。今不行诶。安尼哦，即马学生要安怎？学生拢停课啊。好，什么原因敢有讲啊？我嘛唔知呢。有确诊者足迹重叠。这样，那你们会不会害怕？不会啦，还好。有心理准备了。台南东区的这间国中，是因为学生家长确诊，学校24号预防性停课1天，确诊家长学生这班是停课2天。同学先说停课，然后老师才出来说停课。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停课的原因？因为要消毒室内。接获卫生单位的通知，学生跟确诊者足迹有重叠，需进行居家隔离。那本校呢，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今天全校停课1天，进行环境的清消。那该班级呢是停课2天，那学校呢会实施线上教学，停课不停学。校方强调，拢会照规定伫咧网络顶来教学，学生受教权无受到影响。疫情是拖入去校园，学生甲家长应变袂赴，学校是申请辩护案来看待。记者云林台南报道。目前伫台北市南港展览馆举办的智慧城市展，有30个外宾是用专案气泡模式入境。目前嘛已经有3个外宾确诊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是表示，对头一天开始，专案气泡入境的外宾甲一般民众都无好好做好分流，这确实爱检讨。陈时中嘛证实讲，咱是有买大约200万吨的 Novavax 的疫苗。台北南港展览馆2022智慧城市论坛。有外国来宾伫咧机场入境无做采检，一直到饭店的时阵做采检才发现确诊，致使出现防疫空窗。目前已经确认有3个外宾确诊，活动嘛紧急冻点。针对这点，卫福部长陈时中讲，外宾来台湾的专案防疫的区隔无完全落实。到目前没有增加的人数，好像第1天里面区隔的并没有做得很确实，也有在这个展会。展场里面那有跟民众本来的一个分流泡泡这样的一个规划就做得不是那么好。目前虽然这个案件无新增加的确诊者，嘛考虑38人居家隔离，119个人自主健康管理。台北市府嘛针对有参与论坛的5045个人发细胞检讯，还有因大饭店嘛有做清洁甲消毒。不过其中一个确诊的波兰外宾，伊的 CT 值敢若25。针对这点，国内医师认为讲，专案应该落实外宾甲民众的区隔，才有法度伫第一时间发现，而且绿查扣列。这边产生一个破洞，我们在一些消毒方面没办法完全，即使是再三的去把他们做隔离动作，还是没有办法去降低这些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影响的一个可能性。另外，进前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证，列做是紧急使用名单，甲高端同款是次单位2倍 Novavax 疫苗。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的调集人李炳英，早起伫公布节目专访的时阵讲，会有机会入来台湾。针对这点，卫福部长陈时中嘛有证实这个消息。还没有很确定，我们总共 Novavax 的量是200多万啦。是200多万，但第一批要进来多少，那现在还没有确定。李炳英表示，目前 Novavax 疫苗已经通过12岁至17岁青少年人体试验，嘛当伫咧做12岁以下囡仔疫苗的试验。这个疫苗的保护率有89%，甲 mRNA 疫苗的保护率差不多。不过 mRNA 疫苗可能对青少年产生心肌炎等等的副作用，若次单位2倍疫苗是较袂出现这个现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透早东部发生规模6点内的大地震，到今嘛已经发生超过150届的地震尾，有真侪届的规模拢伫5以上。气象局地震中心佮地质学家拢认为讲，这是能量正常的透放。有学者嘛发现讲，1972年伫即届正央的地上断层北端嘛发生规模6.9的水尾地震，这敢是周期性的地震，是值得好好研究甲讨论。
画面向海一个，这是花莲丰平乡24号透早8点38分26秒发生规模5.3的地震，上大震度是东部4级、中部3级、南部甲北部是1级跟2级。气象局表示，这是3月23号规模6.6地震的后续地震。23号从第一届地震再来，总共发生了70届有感地震。24号到11点半为止有8届，虽然这后续地震数目个规模有较济一点啊，不过拢是能量合理的释放。这个地方因为它发生规模6.6的地震，深度又相对比较浅，所以余震的数量会这么多。这个余震的行为是跟过去的台湾的地震的特性是蛮相近的。有学者调出各界资料发现，这届地震是伫咧地上电站不断来发生。这个区域最近一届发生的地震是伫1972年，规模嘛比这届更大，所以这2天连续地震对着能量释放是有帮助。不过，敢有周期性，过来进一步来做讨论。它是在1972年的时候，也是叫瑞穗地震啊，那一次地震规模是6.9。是比这次大很多，这是6.6，因为同学断层嘛，性质不会说差很多啦，我想蛮合理的就是了哈。但们嘛讲，地上电站南端的地震是较早来发生，这个北端嘛发生到地震了后，学者嘛当进一步来看相关的资料，看卖地上电站过去敢有其他所在伫早期嘛发生过规模较大的地震，来做未来研究的方向。记者张志勇、陈立峰台北报道。昨个大地震，花莲的玉里长个拓宽玉兴桥断过，工程单位嘛针对旧桥检修了后，伫昨暗已经先恢复通车了。今仔交通部嘛去现场了解，工程单位是表示讲，拓宽的工程应该无法度如期完工了。为着要赶紧恢复玉里大桥的交通，苏花改工程为20时早起，就开始甲桥面、梁、桥墩做完整的检查甲修理。虽然旧桥无受到地震影响，嘛已经伫迄天暗时10点恢复通车。不过两边的梁损害情形是真严重。总共32支的大梁，有28支是已经有倾倒断裂，但是有4支。现在目前还在这边，但是我们有请结构技师，现在目前来稍微检查，我们预判应该是可以使用的状态，应该不多了，所以可能整个32支必须可能全部都拆除掉。登去的32支梁，上紧爱到2料才有法度拆除，分块做新旧的工程，才会当重新施工。立委部分期是去现场提出质疑，是安怎才会打这安的梁会这么烂？我们这个预立梁现在是放上去以后，是到底都已经完成锁好了没有？我们梁吊上去之后，固结完之后，开始在做这个中间的作业，刚好发生地震，产生的这个灾害。交通部嘛去玉中公路视察，因为一直有地震尾，民众是真关心伫地震大顶悬的公共工程，敢会有其他可能发生的灾害？交通部答应讲会做回来检讨。所有的在地震带，就是刚刚讲的菲律宾、欧美板块接近的地段的公共工程，是否耐震补强强度够？我们也会来通盘检讨。那未来是不是所谓的好发期会频率会增多？我们也会去做检讨。玉中公路目前已经恢复通车，不过玉兴桥原本是按算明年5月份会完工，即马工程恐惊会延迟5个月。目前虽然有开放中的旧桥通通行，不过呼吁驾驶伫入去玉里镇市区进前，驶车就要驶较慢嘞。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到昨下晡3点的统计，咱全台湾有155间学校校舍是有受到地震的损坏，维修的金额大概需要3500多万哦。也毋过加载是拢袂去影响到学生上课。另外，高雄的主管有120栋历史的老地坡洋楼，墙甲门嘛拢放弃。查图表有袂少必顺，一寡所在搁起一边，互远赶紧打广告，警告大家莫外紧。苗栗头屋国小北边的查图表，敢若受到2、3半暝大地震的影响，受损等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它应该是要对齐的，它整个这个就已经塌下来，然后往外倾斜了。根据教育部统计，因为2、3大地震影响，到迄天下晡3点为止，全台湾有155间学校通报受损等，损失3500多万，其中苗栗有13间，头屋国小是上严重的。县府教育处表示，已经启动再收通报。其他学校部分，我们已经请学校针对它的也需要修缮的部分呢，先做安全的隔离，等到中央经费补助之后，
尽快的把它修缮完毕。南部的高雄嘛传出有真侪间学校受到影响。根据高雄市教育局的统计，有20间学校通报受损等，损失460万。其中凤山区的中校国小上严重，校方嘛伫教室外口有封锁线管制。啊，那老师甲学生安排去其他的所在上课，暂时无安全的疑虑。去年其实在检视的时候就有发现有一些龟裂的现象，那只是323地震让这个龟裂变得比较大。啊，那高雄主管洋楼本地有120年的历史，因为23大地震影响，而且这几工仔拢咧落雨，古厝嘛受损断，唔那门嘛放落来，壁倒的砖仔也拢倒了了。我们会先把一些砖块怎么清除掉，然后再跟屋主这边讨论一下后续要去怎么做。因为这间洋楼是当地生理人刘铁坡的故居，是当地头一间有2层楼布洛克式的建筑，真有历史的意义。接落来要怎修复，该等专家进一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的冲突，嘛影响到东亚的局势。国安局长陈明通今仔日伫欢迎讲到东亚欠缺集体安全的机制，无法度协调来处理台海危机。之前有消息指出，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捌考虑讲，要伫今年的秋天全面接管台湾。也毋过，陈明通是认为这无啥可能，应该是领地作战，因为中国今年要举办20大会议，稳定政权是习近平目前上重要的代志。比中2大强权伫东亚竞争，随着俄乌冲突升悬，各国关注观测中共反台企图。也毋过，国安局长陈明通离时讲到，东亚欠集体安全机制，无法度快速协调应对台湾危机。另外，网传俄罗斯机密文件显露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捌考虑今年秋天全面接管台湾。陈明通反驳，强调是领地作战。中共的政治的这个时间表来讲，他今年要办20大，他希望整体能够维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操作认知作战，这个可能性。将对美国总统拜登甲习近平进行视讯通话，中国官方媒体做出4不1无2的论述，指出美国无支持台独，无寻求甲中国拍心灵战争。国安局研判是领地作战，表示美国白宫无相关的论述，和在野立委非常不满。这是中共的认知作战，美方给我们清楚的信息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的部会首长负责国家安全外交的，只能用不予评论、认知作战就解决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到底要靠谁？民众都在看。两岸情势紧张，并且延长议题引起热烈讨论。美国国防部前官员保斯克讲，只需要4个月军事训练就够离谱。国防部再次表示，4个月会当培养合格的战斗兵。立委呛声，这款的回答是省家己的嘴皮。4个月训练之后，能不能拿枪上战场？那你的回答说，不行。那我觉得这样的回答非常的粗糙，让人家非常容易误解。那你4个月是在干嘛？4个月是战斗营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嘛。那你4个月训练他什么？你应该告诉大家，你4个月训练什么？中国伫南海军事训练，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定义事件，中国的3座人工导弹已经完全军事化。对此，陈明通表示，美国这个举动是向世界压出中国的野心，重要是团结南海4个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法务部佮经济部公平会有组成跨部会小组，要来查市面上的物件敢有乌白起价。也毋过，立委是质疑讲，卖啊进口税有降，也毋过米粉的价数却一直会起，这无合理。公平会是表示已经会调查咯。便当一粒起5块，鼎煎一粒起5角银，有真侪吃的物件拢点点啊变贵啊。面对这个物价一直在起，法务部去年12月开始，和经济部、公平会这个单位组成下部会联合稽查小组。不过稽查到今啊，敢有发现到业者有无合理的调关价呢？持续在调查当中，这是法务部还有跟其他相关的部会大家一起联合来做稽查。那我想预防比侦办还重要，主要就是要稳定物价。同款是100块纸票会当买到的物件愈来愈少。有立委讲，明明小麦进口税已经降价，不过伫个过去一袋干那爱400块的米粉，即马煞变做600块，规个起200块遐尼济，要求这个业者是不是违法的调关价？政府税都降了，人民却没有看到面类物价下
下跌还继续涨价，这中间的落差跑到哪里去了？已经正在立案调查之中，就是说了解相关的业者他的涨价行为啊，或者是说他的调价行为有没有做相互勾结联合行为的疑义。薪水对袂到物价起遐悬，万一原油粮食刷得起，安尼嘛，互立委烦恼讲消费者的物价指数是毋是会突破3%？安尼，互通膨压力会更加沉重。今年会不会突破3%？除非那个原油价格有再进一步的上升，或者是粮食的价格又进一步的上升，要有国际的因素，还有政府后续的一些稳定物价作为，才能综合判断。那目前很难讲。主计总处嘛唔敢下定论，强调讲都爱规方来评估，只是即马逐项都一直咧起，民众起甲惊着，这个钱变薄去，民众的荷包嘛一直揪水去。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台铁的企业工会上街头抗议台铁公司化的政策。今仔早起，伫一场台铁的改革公听会，工会代表嘛批评交通部，讲因过去不准台铁起价，即马阁要利用公司化，甲台铁的土地收归国有，这是真恶质哦。台铁的产业工会嘛按什么伫5月7日发起无要加班的行动，也毋过交通部长王国材是真烦恼，会去影响到交通，望讲工会爱尽足思考。泰勒哥事故了后，交通部并代替转型，目标2024年1月，各样代替公司挂牌营运。交通部长王国材再去出席代替改革公听会，头一摆坦白讲，这摆送出公司化条例进程，并无甲工会协商，都惊搁拖延改革。92年这么接近公司化的一个状况，当时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跟工会协商，19年还是走不出交通部。在这一次里面，我就没有用92年模式，要协商都完整的时候再送上来，因为我知道那个可能会再经过另外一个10年。展现改革决心，也毋过企业工会代表非常的不满，小连续上台批评，讲交通部规划的公司化方向根本就是强取代替土地，阁无愿意承担所有的债务。你们即将成为台湾的一个交通运输的刽子手。铁路局的历史债务，我完全同意刚才杜局长讲的，应该归零了，不该再拖累新的企业公司。组织改造了，不是就能够解决问题。其实最重要一个问题是心态。下届业界拢有共识，代替金马组及强化，任务编组是塔层贴厝。临时约聘人员都有3000人，士气价一定爱改革。也毋过上重要也是企业文化。新公司需要有票箱以外稳定成长的收益，修法制度爱明确，确保营运安全。100年老店才有可能转型。记者综合报道。农地违章工程纳管的期限已经到期了。绿色公民行动人员是指出，伊已经有发现讲有几间工场是中国污染的工厂，所以假污染来登记纳管哦。阁有几间业者因为捌严重的污染，防处罚，嘛是同款会当来申请纳管。人民是质疑讲经济部的机制有问题，尽量能够合法的予以辅导合法，但有几个点。一定不能踩红线。第一，高污染。福德农地维修工厂合法化，也毋过无包括高污染厂商。行政院长苏贞昌2天前明确宣示，也毋过真正是安尼嘛？款团调查有一寡工厂伫环保署的资料已经压是中高污染，也毋过经济部煞以假污染合法登记证，就其目前纳管机制大开浪旁。至少还有10间以上的工厂，它其实在环保署的这些公开资料里面，其实都还有相关的中高污染的制成，但是也都没有被认定为是中高污染的工厂。纳管这一步我们都没办法做好有效的专业的审查，所以连第一步都会错，我觉得后续的发展会让人非常的担忧。未少乌性工厂台港排放污染河川，其中也有农地维修工厂，款团更加发现。彰化花坛有配料工厂，甲台中新港有电镀业者，头台暗讲方下令停工，煞伫2021年处理特定工厂登记证，显示严重污染工厂拢会当通过特定票费，根本就是甲所院长献脆配。那我们想请问经济部哦，请问这样子的工厂，它有踩到红线吗？哦，是不是直接就打脸了苏院长？
立面解释，答案规则复杂，确实捌有中国有点工厂伫某一段期间，只要出示临时登记，就会当申请合法。不过，这款做法煞违背当年政府宣示，要立管农地维修工厂保护农地，爱排除中国有点工厂的方向。针对权团的指控，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表示，爱研究记者会内容了后，才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申请要加入 CPTPP， 为着要下国际标准，咱国内相关的修法嘛已经到最后的阶段咯。经济部甲著作权法、商标法甲专利法的修正草案，来做优先的法案，要并伫立法院这会期通过。3个法的修案呢，敬请委员来支持，那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未来的经贸谈判。CPTPP 3个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甲专利法修正草案摆入去立法院审查的阶段，行政院办甲调野立委提案的版本是差不多。著作权法甲商标法的部分，敢若伫咧行政甲罚金有争差。也若专利法，有立委质疑讲，专利连结制度 CPTPP 并无强制要求。事实上，澳洲就没有采取像美国式硬性专利连结的这个制度，起来是已经选择了硬性专利连结的这个制度。我们不只参考美国，因为其实最主要还是韩国还有加拿大。由 NCC 负责的数位通信传播法要卡条例，因为法条的内容也有争议，经过研究是暂停提出，无要修法。不过有立委表示，就算国内修法完成，台湾入会申请案 CPTPP 嘛无法度随做审查，因为现阶段英国的申请案要当地处理当中。TPP 还在处理英国的入会案，是吗？是的，是的。那我们是哪一个阶段？目前确实他们比较在积极处理的是英国入会案的相关的审查。认为我们加入 CPTPP， 你的看法如何？我们一定会努力来争取。那这个就是一个前提的要件。第一个，我们要让相关的规范符合这个 CPTPP 的规定。经济部表示，国内 CPTPP 修法目前已经完成9个案，剩3个案，按算上紧伫这个会期就会通过。也让经贸谈判办公室当地积极甲各会员国记者寻求支持，嘛强调讲日本的态度是上界优先，挺台湾的力头是上大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众投诉讲，台南市青年就业服务协会办理的年报托育长照的训练课程，时数甲证书拢做假哦，有将近200个人受害。社会局调查，佮发现讲，这课程有插班、人数增加等等的问题，怀疑人开班拢是做假，嘛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咯。这是台南市青年就业服务协会，大家现场门是拢关的，而且无人咧上班，直接卡负责人的电话嘛无人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拨声后开始计费。社团法人台南市青年就业服务协会去年办灵母托育、甲长照等等训练的课程，不过社区学员公开讲，托育的课程根本就上无了，甚至后来又发现讲，因上的课嘛无符合社会局课程的内容，互因钱纳去了后，所以无法度摕到结婚的证书，初步估计至少有100多人受害。学员去问社会局才知道说他名单上课的名单跟实际上上课的人可能有出入，跟社会局那边登记的是不符的，上课的地点长也不一样，等于我们之前所有上课的时数都不被承认。应该说他就是说，他都没有课程可以上，但是后面就是一直拿不到他所谓的证书。然后我们去询问，就发现，我们有学员去询问，就发现说他之前给我上的课也不符合规定。台南市社会局表示，台南市青年就业服务协会办灵母甲照护员的课程，去年9月，社会局做例行性的稽查，去到现场所发现无人咧上课，当然上课的内容嘛甲计划无合，怀疑因开班是无照部来，涉及伪造文书，相关的事情已经函送地检署协助侦办。发现里面并没有人在上课，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把相关的事证，因为这个涉及到伪造文书还有办训不实，所以我们已经把相关的事证送给地检署来侦办当中。受害者入7005起，煞干那上3天的课，后来因为等无开课的时间，感觉真生气，所以去告协会早起。接续社会局嘛协助转介消费者调解，目前有52案是达成和解，协会愿意退钱，也若其他的拢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台南市社会局强调讲，暂时是未受理这个协会申请托育人员训练的课程，
等所有问题查清楚了后，才阁讲来保障家长甲囡仔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广西空难的搜救行动，昨下晡4点半左右已经找到飞行机的乌鸭仔，嘛随送去北京鉴定。搜救人员嘛发现部分人体的组织跟飞机的碎片。在现场，调查人员对记录器进行了初步检查，记录器外观破损严重，存储单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坏，但相对比较完整，初步判定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中国民航局表示讲，乌鸭仔内底的数据解脱需要时间，到时阵得当来了解失事的原因。调查另外继续来搜找乌鸭仔的另外一部分飞行数据的记录器，望讲会当来还原失事的过程。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战28天了，北约组织宣布讲会扩大军事部署。有报道嘛指出讲，伫乌克兰首都基辅西边的郊区，乌克兰的国旗又高升起来了。另外，罗西亚军队嘛，阁继续轰炸南部正重要的港口都市马里波。伫马里波的路的这台被炸毁的车，开车甲坐车的人拢不幸死亡，因为到伫咧边啊来来回回一直行，无愿意离开，也无爱互人挖。一间动物病院的兽医不忍心，该带登去治疗。Так как у него было второй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и решили его назвать в честь города Мариуполя, с которого его забрали. 俄罗斯对马里波的轰炸愈来愈急，有消息讲内面还有10万居民。另外，基辅市长讲，基辅西边的马卡里夫已经互因抢大。有报道讲，看到乌克兰的国旗阁升起来，基辅北边30公里的一个村也阁伫咧战斗。乌克兰已经夺回基辅西北部甲东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包括伊尔平大部分地区。美国国防部讲，乌克兰收回部分土地，南部战线有好消息。It's not top secret. The target of aggressors is capital of Ukraine. The aggressors have plans 3 weeks ago to be in capital. Russians killed 264 civilians. We listen bombing attack right now. It can be more. 美国讲，根据情报，俄军确实伫咧乌克兰反战争罪，因那8月会开紧急峰会，批准一项伫东部地区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大幅度军事部署的计划。另外，波兰以重视间谍活动的理由，将45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因那俄罗斯也采取行动对付各国的压制手段，讲无友善的国家若要来买天然气，就要用卢布来买。叫俄国的央行1礼拜内爱定出办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昨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英文呼吁全球的民众上街头示威，来表达追求自由和平的诉求。泽连斯基昨嘛向日本跟法国的国会实行演讲哦，伊正感谢日本的援助，嘛望讲日本会当加强对罗西亚的制裁。伊嘛呼吁法国的大企业赶紧退出罗西亚的市场。俄乌战争24多满1个月，乌克兰的军民要拼死咧抵抗侵略。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23日的暗时发表讲话，这嘛是伊伫战争爆发了后头一遍使用英语，呼吁全球上街示威，表达追求自由甲和平的诉求。Come with Ukrainian symbols to support Ukraine, to support freedom, to support life. Come to your squares, your streets. Make yourselves visible and heard. Say that people matter, freedom matters, peace matters, Ukraine matters. From March 24th, in downtowns of your cities, all as one together who want to stop the war. 泽连斯基伫23日天对日本还有法国的国会发表视讯演说，伊以核武之灾、核灾还有沙林毒气强攻这个内容引起共鸣，嘛望讲日本会当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Реальну допомогу Україні. Ви стали першими в Азії, хто почав дійсно сильно тиснути на Росію для відновлення миру, хто підтримав санкції проти Росії. І я закликаю вас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це робити. Закликаю об'єднувати зусилля держав Азії, ваших партнерів, щоб стабілізувати ситуацію, щоб Росія... また、これまで表明した1億ドルの人道支援に加えて、この追加の人道支援も考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因若对法国的国会演说，泽连斯基呼吁法国来展现领导力，保卫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并且请卡苗以第一世界大战的时阵凡尔登战役的这个倒立旁边来形容乌克兰的现况。Після тижнів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вторгнення Маріуполь та інші українські міста, по яким вдарили окупанти, нагадують руїни Вердену. Як на тих страшних фотографіях часів Першої світової війни, які, я впевнений, 泽连斯基嘛，法国的企业，包含雷诺、欧商，还有法國上界大的五金通路商乐华美兰，这些大型企业，今年都爱退出俄國的市場，嘛呼籲講因愛停止贊助俄羅斯的戰爭機器，停止贊助對這個少年勞工錢的謀殺，所以這個價值觀是比利益更加重要。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再来看塔利班伫去年8月份接管阿富汗的政权，嘛佮继续打压女权。塔利班原本承诺讲6年级以上的女子中学会使开放上课，也毋过才开放几点钟就后悔了，互学生是真失望。联合国嘛要求塔利班应该马上互查某学生回去学校上课。才讲查某囡仔会当上课耍反悔，塔利班政权二三推翻家己的约束，原本讲这个中学将会对女学生开放，无偌久就宣布将无限期关起来，一直到一项依照伊斯兰律法为女学生重新开放上课的计划拟定完成。这查某囡仔只会当将册牌款款来回去啊。گریان بود دخترها یکی دیگه خدا در بغل میگرفتن گریان میکردن خدافیزی میکردن حتی اگر صفرم شروع میشد تا بلندترینش ما قدر خوش داشتم دکتری را زیاد چپن سفید زیاد خوش داشتم。塔利班目前犹原寻求国际承认，这项宣布互国际社会真意外。驻杜哈的塔利班高级官员沙欣表示，这是技术问题，教育部当然为全国各地学生制定校服。去年8月，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接管政权了后，白讲将允准女性上课，国际社会也早就将女性受教育看作是未来承认塔利班的其中一项关键条件。Is a profound disappointment and deeply damaging for Afghanist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says the denial of education not only violates the equal rights of women and girls to education, it also jeopardizes the country's future in view of th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by Afghan women and girl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塔利班这项宣布会直接影响到当局得到国际承认加政治方面的支援。这款的政权敢是有能力甲意愿履行对百姓甲国际社会的约束，将互人真基本。塔利班顶一摆的执政是伫1996年到2001年之间，禁止所有女性受教育，不准外出工作，当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批评甲反对。公视新闻黄云玲编译。世界各国陆续拢放零防疫限制，嘛开放边境。马来西亚嘛按什么对4月初一开始开放观光，只要完整注疫苗，出发甲入境的体检拢是阴性，入境就唔免隔离。莫德纳疫苗的公司昨嘛公布讲，6岁以下儿童注疫苗，甲18岁以上的大人是有同款的保护力。甲囡仔注新冠疫苗，莫德纳的研究总共找6900个囡仔注2剂新冠疫苗。初步的资料显示，囡仔注了后的防护力甲大人同款。Today we announced the results from a phase 3 study in about 5,000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6 who'd received 2 doses of our COVID vaccine. And the really good news is we met the primary endpoints of that study, meaning that the vaccine provides the same level of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 in young kids as it does in adults. 研究结果显示，6个月到2岁囡仔对 Omicron 病毒的防护率是44%，2岁到6岁是38%。莫德纳即马已经核准对成年人注疫苗，23宣布会申请 FDA 授权，予6到11岁囡仔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路开始有旅客，即马世界各国拢放零防疫限制，开放边境。马来西亚政府也宣布，自4月初一开始，旅客只要完整做过新冠预防针，出发甲入境时阵核酸检测拢阴性，入境就免隔离。我们相信随着
国门即将打开，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呢将会选择来到马六甲，机场街会恢复疫情之前的这个面貌，还有它的这个繁华。观光收入是马来西亚经济主要来源，2019年时阵占 GDP 的15.9%，其中外国加本国旅客一半一半，所以个开放外国旅客入境对观光产业正重要。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其昌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桃园有一个29岁无头无路的查甫人，该养爸本来的钱抢去开哦，嘛已经抢过4届咯。桃园地检署嘛来这后生起诉，养爸嘛已经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终止收养。因为车祸受伤，相当无方便，生出来老阿伯坐伫轮椅顶悬，伫传统市场共分。去年10月，伊29岁养子涉嫌伫街仔路，该本来现金抢去。去互警察抓去了后送办，桃园地检署侦结，以抢夺罪嫌起诉。我养子，来在家抢钱啊！你会艰苦袂？无做，我拄着我自小回去啊。伊是拢无食头路晓？无，讲无。老爸计是老母辈人去啦。哦，这个收养就对啊啦。嘿啦，因老爸是讲那个收养啦，互伊迄个咱知影收养啦，做毋食啥。根据了解，这个生出来老阿伯目前1个月残奖的津贴是4000多块，不过税厝爱开8000块，都要靠工本来生活。根据检警的调查，伊这个养子是长期无头路，已经甲因老爸抢钱抢4届啊，一届拢差不多是100-200块。第3届甲第4届是伫10月初7早起，先甲抢100块，尾下佫硬甲伊摕100块去。路边的人报警察，警察甲伊逮捕到案，伫伊的分书顶找到村内抢来52块，信后送办。范闲在传统市场内抢夺养父的金钱2次后逃逸。本所接获报案赶到现场，确认范闲的身份后，30分钟内于距离1公里远的巷弄内逮捕范闲及查扣花剩的52元。警询中，范闲坦承犯行，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认定讲，这个养子犯行真明确，以抢夺罪嫌提起公诉。这个养子规工医药事说，要食唔讨趁，佮小人煞甲这个生出来老阿伯抢钱抢4届。这个老阿伯嘛，甲桃园地方法院申请终止收养，外国收养这个养子啊。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政府最近准备要发17万的喷桶给民众，希望鼓励民众尽量甲粪扫甲喷分开等，才袂去影响到焚化炉的寿命。一个那些桶仔内底有一个利网，会当互喷打10分离。宜兰县政府建议为3月31日推行家家户户有喷桶政策。发予宜兰县17户家户1户一个喷桶，希望民众会当善加利用，互粪扫甲喷会当分开，以延长焚化炉的使用寿命。那我们发放这个厨余桶，主要的用意是在于，请我们宜兰县每个家户的县民能够配合在源头的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熟厨余在垃圾里面，在家庭就把它分类出来。根据县府统计，宜兰县每天的粪扫量大约420吨，焚化炉一天上济会当烧600吨，喷占粪扫量大约10%。若讲喷甲粪扫会当分开，除了会当延长焚化炉的寿命，也可以提升焚化炉处理的粪扫量。验过民众对县府的新政策有无同的看法？先就是要提升他们的观念，才有办法发挥这厨余桶。会啊，如果有多一个厨余桶，一定会就是做好分类啊，不然通常我们是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一起。宜兰县目前一天的喷量大约37至38吨，县内已经设置3座有机废弃物处理场，会当将喷转变做俗称乌金的有机培养土，一天会当处理56吨。环保局呼吁，县内喷的处理量绝对有够，呼吁民众将喷甲粪扫分开来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的粪扫焚化厂，因为已经起好16档，也毋过毋捌使用过。去年开始征收，嘛开始试运转哦。有民众听到真奇怪的声音，佮定定看到沁白烟，拢感觉真袂放心哦。所以台东县的环保局今仔就专工开放，互媒体实际去了解，咱嘛做伙来看卖。台东县粪扫焚化厂已经起16年，拢无去叮当着。去年总算征收好势要来启用，即马已经开始咧试烧粪扫。测试2个焚化炉，甲更新过处理垃圾气体的系统。更新设备的外包商表示，因为台东粪扫焚化厂真侪设备久来无使用，拢爱更新。
包括降温的系统、中央控制系统、甲垃圾气体净化系统，已经差不多更新6成至7成。其中小粪扫了后，垃圾空气的处理，目前排放的测试，拢伫国家标准以下。我们废气处理系统也全部更新，也全部更新。那个原来是绿带的换成绿管，那是最新的科技了环保局表示，会伫焚化厂内底增设空气污染微型的监测站，用高密度的方式来监测空气污染的排放。另外，针对外界烦恼讲，这粪扫烧了的恢复处理的问题，环保局嘛头一届证实，会由标调的处理业者再去外县市加工处理，袂再转来台东，搁再利用。在考量成本的情况下，我们另外有找这个去化的厂商那就近在外县市就进行公共工程的运用。这个厂的周围会设8个微型测点，就是针对 PM2.5 跟 PM10的地方会去做及时的监测。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到今年7月份进前，焚化炉拢会做测试。民众若是看到青白色的烟，这是用水伫甲焚化炉降温产生的水汽，并不是排放垃圾空气。环保局嘛表示，按征收的时阵宽平的规定，台东县粪扫焚化炉袂属其他县市的粪扫，不过嘛要请民众爱持续甲粪扫分类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交通部统计，最近3档有27000外的12岁以下囡仔因为车祸死亡，其中有4300外的囡仔是行路的时阵发生事故。警管基金会发起小黄帽交通安全教育计划，要找100个志工去学校教囡仔安怎正确安全过马路。台北市中校复兴路口车流大，真侪民众要赶伫车行顶变换进前过马路，不过过马路就要停看听。真侪人袂输拢已经袂记哩啊！今天实际上你去走学校的时候，你问他听过没？没听过。父母有教过吗？没教过。搞不好父母就只是一个口号，也没有特别能够去理解。过马路停看听变作口号。最近3档阁有4000多个囡仔因为过马路的时发生交通事故。警管基金会认为，必须针对学校、家庭、各社区，为囡仔宣导过马路的正确观念。一位考县市的2个囡仔。就因为参与公益计划，已经学到不少。我比较少会左右看，但是今天我上次开车学到了要举手。带他们的时候就会讲一些基础，但是没有到这么深跟这么多的注意事项。过马路爱举手，互驾驶看到，车顶若敢若剩10秒，就千万唔通撞过。上过课的囡仔拢已经了解。台北市万兴国小的导护志工王家山。卖用家己的经验来强调，甲学校透过系统性的教案去教囡仔正确的交通知识，甚至翕相录影传互其他的家长，嘛互大人同齐了解这个重要观念。记者综合报道。18岁公民权的修宪提案，明仔载伫立法院表决，需要3/4的立委出席，立委爱3/4同意，才会讲公告半档，才会当来进入公民法复决的程序。公民团体今仔嘛去立法院，呼吁朝野立委明仔载应该做伙拍拼，把法案通过送出立法院。支持修宪投同意，兑现承诺挺青年。做伙画口号，呼吁立委支持18岁的公民权修宪提案，因为这个案件估计伫25这天伫院会来表决，因为修宪提案需要立委4/3出席。出席的立委4/3同意，公告半年了后，才会当进入公民复决程序。公民团体嘛特别呼吁讲朝野来支持。我们必须要有85位的立法委员在明天的院会中出席，我们的修宪案才有可能通过。那单靠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党团的出席都还不够，也因此我们更需要不同政党之间彼此来合作。公民团队嘛邀请朝野各党的青年代表，表达对18岁公民权修宪提案的看法，因拢来呼吁朝野共同来支持。珍贵的这个宪法时刻，需要朝野共同来促成。今天是18岁公民权的场合，我们也呼吁所有的朝野立委共同来支持。嘛有青年代表认为讲，台湾当咧拄碰到少子化的问题，更加应该爱来支持18岁公民权修宪提案，互这个较少年辈的声音会当互人听会到。未来如果我们又要排挤掉这些青年参政权的
这个能力的话，那等于我们的政策会一直往高龄的方向去进行。我支持18岁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可以参与公共社会的决定，为自己发声。因为民法的成年年龄下修到18岁，会伫明年来实施。公民团体强调讲，这边的修宪完成，18岁公民权就会较完整，嘛来招全台湾的高中生、大学生，也有关心的民众，做伙致心这个修宪案的表决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慢慢最近办导览员的训练课程，有32个学员通过考试，摕到证书。5月底进前慢慢乡公所会邀请全国各地民众组团来游览，会派出这经过训练、正专业的导览员来为游客了解在地特色。讲到屏东慢慢，已经毋是干那有迪卡咯，为着泡泡游客印象，推广在地人文、景点、各有农产品等等，慢慢乡公所特别举办导览员的培训。和学员详细认捌在地，学习安怎小解互游客知影。因为我通常都会跑外面跑山区，那反而说自己在地没有去做这样子的观察，对。那透过这次的这样子的导览训练，我们在更用双脚去走这一块地方，我觉得学到更多，收获很多。3礼拜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客家庄的历史、在地农产和餐厅的小解，还有上重要的户外实际演练。透过10天的训练，有32个学员通过这届的培训，摕到证书，成做合格的导览员。陆续到5月底，都会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呢，能够组团来参加我们这边的小旅行，有我们在地的力量，我们真的在地的地陪的力量，来深入的、很深刻的介绍给大家。今年慢慢乡公所第3季到5月举办万国风情节活动，这导览员会带游客认捌在地，了解地方历史甲人文故事，嘛推广本土农产和特色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县的新来义部落三小馆最近改造专门收藏原住民文化的空间，内底是有真侪册哦，望讲会当来提升部落的活土风气，咱做伙来看卖。充满特色的装潢、舒适的空间，这原本是屏东县的新来义部落产销中心，即马改装做图书馆、图像空间，让居民有休闲甲活土的所在。过去这一间是我们88风灾之后建制的一个产销馆，我们县委就自己拿回来活络，来营造出一个制图来让部落的阅读风气能够提升。大部分还是以我们原住民的书籍为主。图像空间内底专门收藏各种原住民文化相关的册、研究记录等等。原民处也希望图像空间会当成做一个传承、推广原民文化的基地。不管是原住民语言，不管是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我们相关的研究调查，这几年来我们把原住民地区出版过的书籍，尤其是我们屏东县的，我们都想尽办法来把它找出来。另外，图像空间也规划侪展览、体验活动等等，希望会当吸引愈侪人行入来图像空间，做伙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委内瑞拉，即马因的经济是真歹哦，政府嘛无在调通照顾野生动物，拢是民间团体斗相共。当地有一对翁仔某，甲因兜变做是动物救援中心，一寡受伤的树蛇拢送来遮治疗，2天来嘛已经救100只咯。罗德里格兹翁某住伫咧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郊区，2年前开车时阵伫路边救到第一只倒伫咧路边受伤的3只砖头的树懒手尾，就甲这种动作真慢，看起来好呆好呆，佫真古锥的生物结缘，应该因的徛家变做救援中心。Ellos son fauna silvestre. Nosotros lo que queremos es rehabilitarlos, ayudarlos y liberarlos. sobre todo。8月1号的树兰手会是爬树的时阵，无说离去吸到高压电受重伤，连兽医拢建议莫救啊。也毋过伊展现强韧的生命力，当过9个月治疗，总算活来。也毋过4支脚只敢若剩1支顶头，也个爬树爱用的脚了，所以已经无法度甲野放转去大自然。救援中心就用伊号名，并做这吉祥物，伫社群媒体有上万的粉丝。无啊，郭真前甲手位详细差不多的第102号被救援的树兰，虽然失去部分脚了，也毋过克服肢体障碍，成功转去大自然，也个真侪人来甲伊送。
Nosotros este ejemplar es muy importante ya que demuestra que no todos los animales electrocutados deben ser eutanasiados o están obligados a vivir en un santuario。委内瑞拉长期受到经济制裁，钱愈来愈薄，再加上疫情，所以无论是野生动物的保育、土地倒拉滥困，政府怎么拢无啥伫咧顾，所以民间的行动就真重要。救这寡树懒怎么也拄着资源无够的情形，所以因就上网，希望南美洲好心的专家授予斗相共，尽可能帮助树懒有安全的生活。公司新闻施惠两百亿。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